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农场，有一种梅农，因是用温室栽培，一丛敢若种一粒，来保证每一粒果子拢得到上好的照顾。成长的环境嘛真讲究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农民伫果子园顺头看尾，真认真咧顾这的梅农，就是希望每一粒拢会当圆嫩嫩、个把水。这款有特殊的香味，名号做香灰的梅农，是用刺素用10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。伫台中雾峰的这个农场，透过温室栽培的方式来种植。我们这个叫温室，跟网室不一样。它差别就是外面有一层卷梁，可以隔离一些细菌什么进来，比较能够控制病害跟虫害，因为虫不容易进来。详细甲看，会发现每一丛拢敢若种一粒梅农，种的位也拢真讲究。这是为着要互营养会当平均分配、充分吸收，就连通风、曝日嘛要控制，才会结出好的果。我们是一株一果管理，因为它的植株距离很短，你如果留太多颗，它的颗会变很小。但是如果你太大的话，你要买的人可能要看状况了。春跟秋，它就少雨少风，尤其是秋天最好种。它的收成也最好，瓜型也最漂亮。台湾的气候较湿热，经过改良了后，这款梅农也已经适应，收成的时间就较袂受到限制。今年佫加强栽培管理的方式，互5分地生产面积嘛会当有9成的收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